高雄电影馆每一年都会举办电影选修课，除了有台湾出的电影，也有国外得奖的作品。今年伫高雄的12间国小巡回，其中就亮出台语的网架电影，讲台湾早期的故事，望囡仔会当尊重台湾的无共族群甲多元文化。 这学生囡仔坐伫椅仔，做伙看台语的网架，大家是看甲笑嗨嗨。这出动画是叫做《大汉》，影片是水敢若乌白甲蓝色。故事是讲外省人甲台湾囡仔斗阵的过程，透过无共族群之间的相处，互囡仔学习互相尊重的课题。都爱欺负伊的同学，但是后壁就无，伊看到人的辛苦，用较早的方式来 表现迄个影片，所以我就介意。希望他们可以感受到说，以前年代跟现在年代的不太一样，然后透过一些影片的教导，让他们知道说，现在处在一个幸福的时代，其实应该更珍惜。高雄电影馆当年都会举办电影巡回活动，今年有8个主题12出电影，包括家庭教育、台湾的文化、生命的陪伴等等。其中自我认同的主题是特别选2出台语的动画，拢是台湾本土的创作。 怀旧的题材，互囡仔会当知影台湾早期的年代，尊重多元的文化，也通轻松学台语。即马台语可能囡仔较袂晓讲，所以阮是想讲，互带即个较古早的趣味的社会电影吼，互囡仔来看讲，看讲，以前是安尼的一个社会。今年电影巡回是到高雄12间的国小，不管是高雄出品的台湾电影，也是国际级的。 囡仔透过看电影学习电影制作的知识，也会当提升因的眼界。记者钟义辉、顾朝阳高雄报道。